讲话，用不同的语言在讲话，所以大家各自的感受就会认为是异音。同时有美国人、日本人、中国人这样子，那佛就变成用3种语言说法。可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很快的变化，在变换这个语言。讲英文之后马上讲日文，马上又讲中文，中文讲完之后呢，第2句英文、日文、中文很快的这样变化，所以大家都认为是美国人认为是用英文在讲法，日本人认为是用日文在讲法，那中国人认为是用中文在讲法，所以大家听的时候感受的就变成一音，一种语言，一种音声，所以前面的寄颂所说的一音为众生说法，那大家各自理解呢，就是我们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做解释的话，其实也是说得通的。复次，如来言音虽有多种，而同有异，故说一音。其次呢，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解释，什么叫一音？就是如来的言音虽然有很多种，如来的言音是很多种，佛通达一切的语言、一切的音声，他可以用一切的语言、一切的音声来说法。可是，一切的语言、一切的音声，怎么会是一音呢？就不对嘛，不能说是一音。日文、中文、英文就是3种语言、3种音声嘛，对不对？怎么会是一音呢？不是，可是因为同有异，不管佛用什么样的语言、音声说法，都能够共同的来承办利益众生的事，他所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这个称之为一音。所以这个一音就不能用差别的语言音声来做回答了，而是以目的、以结果来谈论。佛只要说法，目的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用中文也好，用日文也好，用圣语用南印度的俗语用灭力车的语言，不管用什么语言说法，但是呢同有异，共同的都有利益众生的功能，所以称之为异音，这样子，所以到此为止呢，就是大毗婆沙论的这一段话这一段论非常的长。那我们简单呢再回顾一下，一开始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佛能够用一音为众生说法吗？佛能够用圣语为众生说是圣谛，然后让所有众生都能够理解吗？这个问题呢，佛用圣语说是圣谛，然后呢，是否能够让所化度的众生都理解？这边的是什么？单一嘛，用单一的语言，这边它是以圣语来提问嘛，对不对？它是用圣语来提出这个问题，所以用圣语来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指单一的圣语。那我们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佛如果用中文说是圣谛，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得懂吗？佛如果用日本话说是圣谛，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得懂吗？用英文说是圣谛，我们听得懂吗？这样了解吧。就是用单一的语言音声说法，众生是否能够理解？这是一个问题。那接着呢，答案只有2个，能，还有呢不能，只有这2种答案，对不对？没有第3个了。好，那
两个都不对，两个都有问题。佛用单一的语言为众生说法，众生如果都听得懂，不对；如果说众生不能够完全都懂，好像也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佛在为四天王说法的时候，佛用单一的语言说法，结果呢只有两个听得懂，另外两个听不懂，所以能吗？好像不能嘛。那佛用第二种语言说法，结果呢在两个听不懂当中，只有一个又听得懂，剩下一个还听不懂那佛不得不再用第三种语言说法就变成了4个才听得懂。所以佛用单一的语言说法，众生能够全部理解吗？好像能的话也不是。那其次呢，佛用单一的语言为众生说法，众生不能够全部理解，对吗？好像也不对。为什么？因为在佛经当中有这个记诵，佛用一因言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对不对？有这个记诵啊。那为什么说不能？如果说不能的话，那么代表这个记诵不就是错了吗？是不是？一定有一个是对的嘛。佛用单一的语言说法，众生不能理解，可是记诵却说可以。一种语言说法，众生能够理解那变成说能也不是，不能也不是，所以二句有过两个都有过错那底下就要做解释了。第一个部分就针对能的部分来做解释，是可以的。佛可以用单一的语言为众生说法，是可以的。可是为什么四天王却必须用3种语言说法，大家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很简单，其实四天王都听得懂，只不过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想要听佛用不同的语言说法，所以佛才用3种就好像我们也听得懂国语也听得懂台语，可是有的喜欢听台语，对不对？有的喜欢听国语，这样子所以佛为了满足四天王的心意，才用3种。其次呢，佛为了显示我通达一切的语言，为什么？因为避免众生对佛有质疑，你只会讲圣语你只会讲中印度、北印度的语言，其他的你讲不出来。那佛为了显示不管什么语言我都能讲，所以特地的为四天王用3种语言说法。其次呢，根据众生得度的条件不一样有的众生佛要维持佛的形象、佛的声音才能得度，有的众生不行佛要变化成其他的形象，为他说不同的音声才能得度。所以根据这个理由，佛才讲3种语言所以实际上佛可以用单一的语言让一切众生都听得懂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针对能进一步做解释。那第二个部分呢，不能的话就是说佛实际上不能够用单一的语言让一切众生都能理解。为什么？因为毕竟每一个种族的众生所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佛你再怎么样的自在、神力、广大也不能说讲一个语言比如说讲中文然后呢让听不懂中文的日本人理解，就是这个意思佛的自在神力再怎么广大，这一点他还是办不到的。就好像不能够让眼睛去听闻声音，用耳朵去看东西因为两者是不相干的
所以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所以今天这个人他听不懂英文，佛即使用英文为他讲法，他还是听不懂，因为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所以过失不是在佛这边，是在对方的身上不可能说佛你再怎么样伟大你用一个音声就能够让大家都听得懂那么为什么寄送却说可以？寄送说可以，是因为那是对佛的敬仰，对佛的赞叹所以这种赞叹佛的寄送大多是言过其实，意思就是说听听就好，那个是对佛的赞叹而已那实际上是不行的。就好比在分别论分别说部的学者他们有很多赞佛的寄颂其中有一个赞叹世尊心常在定，可是实际上世尊有心常在定吗？没有所以赞叹世尊心常在定，那只是一个赞叹的语言而已，言过其实，这样了解吧？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还要再做解释一下。我们现在所引用的是什么？大毗婆沙论，对不对？大毗婆沙论是小乘有部的根本论点所以这边完全所讲的都是小乘的观点，所以他们认为赞佛的寄颂言多过失言多过失，所以说佛用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个是赞佛的寄颂，所以言过其实。还有呢，世尊心常在定，这也是赞佛的一种语言，所以言过其实。可是呢，如果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就是如此佛就是用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我们读《维摩诘经》有这句话还有很多的大乘经典都有这样的寄颂，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其次呢，佛心常在定也是一样。这个心常在定呢，我们不要说佛就好了，我们讲菩萨。到了第六地的菩萨呢，第六地的菩萨他就是证得灭尽定。第六地的菩萨，那证得灭尽定呢，就变成怎么样？其实三地的菩萨他就得到禅定了三地的菩萨他就呢成就定定就圆满。可是三地菩萨呢，他还要入定，还要出定，这样懂吗？比如说今天我要入定的话我就坐着然后呢修止观就入了定。那等一下呢我想要去吃饭，我需不需要出定？要。我不出定的话，我怎么样去行动，去吃饭去洗手间或者去做什么所以如果要入定的话，就要坐着然后去思维禅定的境界，才能够入定。那出定的时候呢，就要思维非禅定的境界，就出定。所以从三地菩萨得禅定开始，还是有入定出定的差别。可是到了第六地开始呢，就无差别了所谓的无差别是什么？就是呢恒常在定。也就是说呢，今天假设我们是得到六地这样的阶位，就恒常在定我坐着其实呢也是在禅定当中，我在吃饭也是在禅定当中我在跟他讲话也是在禅定当中。这当然我们无法去想象可是呢六地以上的菩萨就是恒常在定，行住坐卧常在定，他不需要还要入定出定。那你看这个菩萨，那他在那边吃饭，一般我们的理解就是一定要出定，对不对？
在定中哪能够做这些事情？不行啊！可是呢，得六地以上的菩萨就可以了啊！恒常在定，行住坐卧，恒常在定。其实这个在《维摩诘经》也是有这一段话啊，赞叹佛菩萨他的高深的道力，就是恒常在定啊，不起灭定。好，我各位呢，读。想起来就是这句话，在《维摩诘经》里面有这一句“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他不需要起灭定啊，灭定就是灭尽定啊，他成就灭尽定了，他不需要出定，不需要出定就能够现诸威仪，行住坐卧各式各样的威仪，他也能够显现，能够有这样的动作，在这边走路、坐着、躺着。我们看好像跟平常人没有两样，好像跟我们都是散乱心的状态，可是呢，实际上它恒常都是在灭尽定当中，心是不动的，心完全是不动。我们假设心不动的话，还能够讲话吗？还能够思考？还能够有行动力吗？不行。可是呢，六地以上的菩萨啊，就是不起灭尽定，不出定了。得了灭尽定之后呢，不再出定了，恒常在灭尽定当中，可是呢，却能够显现行住坐卧的各种的威仪啊！所以六地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世尊，对不对？佛是更高深，所以世尊心常在定，这也是在大乘经典当中对佛的赞叹。可是呢，是不是言过其实？不是，并不是言过其实，而是佛本身有这样的功德啊，所以才会有如此的赞叹啊。因此，佛用一因演说法，没错，本来就是一因，然后呢，就能够让众生随类各得解，然后呢，佛也是恒常在定啊，所以。以大乘经典来讲的话呢，是比较真实。那当然，这个地方所引用的啊是大毗婆沙论啊，它是小乘的啊小乘佛法啊的一个想法啊，所以他就认为说，这种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还有世尊心常在定这种赞叹是言过其实啊。那我们当然可以这样理解。佛法的流传呢，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就是大迦摄尊者，他在领导僧团，对不对？啊，然后开始啊有佛法的结集，啊，有经过啊几次的结集啊，然后呢才把佛所说的法结集成文字的经典。那结集成文字的经典最初是什么？就是小乘的四部阿含经啊，所以在往后几百年之间呢，大家都是以小乘的阿含经为主啊，然后呢，啊，就像刚刚讲的啊，后来就分裂啊，要分裂成啊20个部派啊，所以他们共同的都是以阿含经小乘佛法为主。那等到之后。啊，当然，在同时呢，也是有菩萨在人间啊，在人间呢弘扬佛法，弘扬佛法呢，就开始结集这个大乘经典啊。那当然到后面最明显的就是一开始是龙树菩萨啊，龙树菩萨啊，然后呢啊，他去龙宫啊取这个华严经啊，还有这个般若经，然后开始呢在发扬这个大乘佛法。那龙树菩萨之后啊，又有这个无着菩萨啊、世亲菩萨啊，所以一开始应该这么说啊，在世间流传的佛法啊，就是呢以小乘佛法为主。
那等到后面就是龙树菩萨开始才大力的去弘扬大乘经典。所以他们认为说，这种赞佛的偈颂并非经律论三藏，并非经律论三藏，因为在他们的小乘的经律论三藏当中，并没有这些赞佛的偈颂然后呢，把佛的功德描述的这么样的高深伟大是没有。那么这个是在大乘的学者流传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偈颂因此他们才认为说是非三藏这样子。唐珠山弥勒菩萨殿中举办慈善法华经以及放唱，历期12月17，定点全国各党堂，时间上午8点半至下午5点。联络电话02-8951-0971 8951-0971 03-535-5326 535-5326控诉235-0276 235-027606 283-4405 283-4405 07 323-4299 323-4299请大家请首先报名。那么其实在针对这个不能的部分，佛不能够用单一的语言为众生说法要怎么解释呢？佛不能够用单一的语言为众生说法使令众生都能够理解，不能。那为什么讲一音明明是不能，那为什么说一音所以后面就是我们刚刚30页的地方他才又再进一步做解释，就是佛在说法的时候，他并不是用单一的语言，不是，他会观察，比如说在座的听法者的众生有10种10种不同的民族使用10种不同的语言，那么佛就用10种语言说法。那只不过因为讲话的速度非常快，在回转就是说我先用日文说法，讲完之后马上用英文，这个叫回转然后英文讲完之后又用中文又用印度话又用泰国话，因为回转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虽然用10种语言，可是呢它是同时的。我们照理说是1前1后，对不对？以我们的经验以我们的经验应该是1前1后1前1后。我要讲比如说粉笔、荤饼，对不对2种语言，然后讲的时候是1前1后的你这怎么快还是1前1后，对不对不可能同时讲出2种语言，讲不出来嘛可是佛呢是怎么样？是非常的迅速，所以他在同一时间能够讲出10种语言，然后让底下的众生10种人他听到都是他们专属的语言所以因为迅速，这个迅速到几乎同时的地步了所以才称之为一时然后大家听到都认为是一种音声而已中国人听到都是听到中文的部分然后日本人听到日文的部分因为非常的快速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解释的话，一音其实也说得通是这个意思所以这边呢就是引用这个大毗婆沙论他这一段话因为里面有探讨到佛能否以一音为众生说法，就到此为止。那接着呢底下就是圆策法师他的解释了解云婆沙自有2说，
就是呢，大毗婆沙论本身就有2种解释，2种说法。一云，其中第一种呢，就是一因能令得解，佛能够用一因使令一切众生都得以理解，此当不值大众不等。这个一因能够令众生得以理解，这样的观点呢，就相当于不值。这个不值就是前面说的义部中轮论，对不对它有3种版本嘛，3种不同翻译的版本那其中呢不值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不值义论真谛法师翻译的，那玄奘法师翻译的就是义部中轮论所以这个就相当于大众部的思想大众部的思想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27页那边，在27页的最后一行嘛，那边有讲到嘛，有没有看到27页的倒数第2行就是义部中轮论有20部，对不对然后分成2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什么？大众部等等大众部、一说部这些，他们认为如来语都是转法轮，佛能够用一因说一切法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那我们再翻回来，就是一因能够说法，一因能够让众生得以理解这个就相当于大众部他们的思想。那么言一因者谓泛因也。什么叫一因所谓的一因就是泛因，泛因就是佛说法的音声，称为泛因。而三片说有3种义，佛能够用一因说法，那为什么还要用3遍用3遍来为四天王说法呢？明明佛就可以用一因说法了然后让一切众生得以理解，那为什么还必须要用3种语言为四天王说法？就等同于说3遍，对不对第一遍先用圣语，第2遍就用这个南印度的俗语，那第3遍呢就是用聂律车的语言。为什么还要用3遍来说法呢？就是有3种用意，一满彼意故第一个呢就是要满足四天王他们的心意因为四天王呢他们想要用不同的语言来听法所以为了要满足他们的心意。2断彼疑故，就是要断除众生对佛的疑惑，对佛的质疑，就认为说佛呢你不能够用其他的语言讲法你只能够讲这个圣语所以为了要断除这样的质疑。那么第3，随所化者依不变行言及变行言有第3个就是随众生得度的条件，有的众生必须要依止不变的行言，有的众生呢必须要依止变化的行言就像普门品说的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为说法，现国王身现宰相身乃至呢现这个天龙八部现这个童男童女，有没有可能说现一个小孩子结果还是大人的声音？不会嘛所以行变了，言就会变，这样子所以众生得度的条件不一样，所以佛就要变化。因此呢四天王他们也是一样，得度的条件不一样，所以佛就用不同的语言说法所以在大毗婆沙论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因能够得以理解那至于四天王为什么还要用3种语言音声说法，就是因为这3个缘故。
其次呢，亦云不能一因皆令得解。在大毗婆沙论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不能够使令一因让众生理解。那么此当不直说一切有部等记。当然这个第二个部分的诗的观点呢，就相当于这个小乘20个部派当中的说一切有部还有经部，他们认为佛不能够用一因说法，然后让一切众生都能够理解。而伽陀说能令解者，不必虚通，非三藏故，言过实故。至于这个偈颂，伽陀就是伽他，伽陀就是偈颂，而偈颂所说的佛用一因说法，让众生得以理解。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不必虚通，不需要做解释。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赞佛的偈颂，并非属于三藏的范围内，那个是在三藏之外，在这个经律论三藏之外，佛弟子呢，因为对佛的敬仰而说的一个赞佛的偈颂，所以这个赞佛的偈颂呢，就是不可靠。言过其实不可靠，所以我们不能够以它为标准，所以不能说偈颂里面有讲到佛能够用一因让众生理解，就把它当真，是这样子。如分别论者云，世尊心常在定等，就好像呢这个分别说部的学者，他们同样也有赞叹佛心常在定。当然佛弟子对佛的赞叹，讲了很多的偈颂语言，这些呢我们就是听听就好了，这样子，那这个是刚刚有做解释的，这个是小乘，因为他们不能够理解大乘的境界，所以他们当然会这样子认为。那其次呢，复以三义会一因义。其次我们再用3种道理来解释这个一因。什么是一因？这个一因的含义是什么？我们用3种道理来做解释。一，随处第一，故名为一。就是不管佛用什么样的语言说法，都是第一的。佛用印度话说法，他所讲的印度话是最第一的，佛用中文说法，他所讲的中文也是第一的，胜过一切的中国人。佛如果用日语说法，他所讲的日语比所有的日本人讲的还要好，所以随任何一处佛所使用的语言，它都是第一。所以因为第一，所以称之为一因，所以这个一因呢，就变成是第一的意思。佛所说的语言，在一切众生当中是第一的，所以称之为一因。其次呢，二，数即是一，故名为一。为什么叫一因呢？因为非常的迅速，速度非常的快，转变非常的快，所以这个速度快到好像是一这样子，速度迅速快到变成一了，一致了。就是佛同时用10种语言说法，可是它不是前后间断的，它是非常的迅速在转变，然后快到好像是用一种语言一样，所以数即是一，故名为一，这样子。那么三，利益同，故名为一。第3个，为什么叫做一因呢？因为佛不管说任何的法，不管用任何的语言音声说法，它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利益众生。今天用日本
日本的语言说法也是为了利益众生，用中文、用印度话、用英文说法，它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从结果论，目的就是为了利益，单一的目的这样子。所以说法的语言音声就叫做义音，这样所以这几段就是圆策法师他首先引用大毗婆沙论刚刚就是从28页的中间开始包括29页，还包括30页的前半段，大毗婆沙论呢就相当2页的内容，讲这么多的道理关于义音然后底下的这几段就是圆策法师他做一个简单的汇整把大毗婆沙论的重点大概就是2种，义音能令得解还有呢不能够用义音得解，这样子那当然会有各自的理由这样然后最后呢还要用3个含义来解释为什么称之为义音所以以上就是呢小乘佛教20个部派他们的思想。佛能否用义音说法吗？以大众部为首，就认为可以。那么以这个说一切有部为首呢，就认为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佛就是可以用义音说法不可以用义音说法这个是小乘有差别的观点那当然后面的大乘就不一样了今天讲到这边。戒卫士开播1年多来，深受佛教界以及十方善信爱戴及支持，所制作的十方之歌也受到观众热烈回响，并且踊跃护持。我们以感恩的心，再推出精心企划护正法送好歌第2波的活动，13首经典歌曲只送不卖。您护持节目制作经费，我们送您十方之歌系列 CD 一片。随缘来，去擦干在随缘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感谢你，深情满满的关。经典好歌是您心灵的滋养良方，支支悦耳动听，值得您收藏。护持账号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是
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乌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手乌中含卵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其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观音菩萨妙难酬，累劫修正为众生，闻声救苦渡彼岸，苦海常作渡人舟。本恩是将塑造一尊用天然花岗石打造的观音大佛，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如松在此，广邀各位居士大德们，大家万人发心，共结万人缘。因为经典当中告诉我们，塑造佛菩萨的形象，能够让自己具足一切圆满。什么叫做一切圆满？就是福报成就、智慧成就、功德成就，你所求的一切都能够如你的心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期待大家共同一起来发心这个殊胜的因缘。阿弥陀佛。发心护持佛恩寺观音大佛圣像，划拨账号4227-673，户名佛恩寺我家心，电话08-779-5568，779-5148。阿弥陀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请大家呢翻开讲义的第14页，看左边这个栏位呢，倒数第2行。他这里谈到呢，复次法身菩萨一时之请，化作无量数身，供养十方诸佛，一时能化无量财宝给及众生，能随一切上中下生，一时之请，普为说法，乃至作佛树下，如是等种种，名为法身菩萨行谈波罗蜜门。各位，我们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了解这里说，他谈到法身菩萨一时之请。各位，一时就是指一刹那，也就是时间非常短的一个过程。我们常常这么说吧，当然在各经论里面呢，解释是不同的了哈。我们说这一弹指，一弹指呢，在有些经典说呢是有多少？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有60个新的生灭变化。但是呢，这都是在形容时间的极为短暂。而他这里时候呢，一时之请呢，也就是在一刹那里面，也就是法身菩萨，因为他的神通力量非常的殊胜，他在那一刹那当中呢，他就可以变化为千百亿化身。
那变法这千百亿化身呢，就能够供养十方诸佛。各位，我们今天想看看哦，在这诸佛菩萨不可思议境界当中啊，我们会去想说，菩萨的威德力真的有那么高吗？电视机前面的各位，我们想看看，很简单的一句话，各位，你现在坐在电视机的前面，看到电视里面卢松法师在讲经，各位，我想请问你啊，你是你的眼睛在看我讲经，还是你当下的耳朵也在听我讲经？还是只有眼睛看，还是只有耳朵听，还是两个同时进行？各位，你可以想看看哦。你今天你仔细想看看啊。第一点，你透过你的眼睛看卢松法师在讲经的时候，你的眼睛不但看到了整个荧幕，你的眼睛也看到了我的脸，也看到了我的眼睛，也看到我的手势，我的表情，也看到电视机我在说话的时候，电视机荧幕上的字幕，字幕上还有字哦，你还会看见字哦。哎，卢松法师讲了什么，讲了什么，还会看字幕。各位，这是眼睛看到。那耳朵呢？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各位真实的听到，而且还有当下你听到声音，再结合你眼睛所看到的动作，然后呢，你的内心会升起感受、想象、体会、认知，对不对？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1秒当中所看到的影像、人、表情、动作、声音，到你升起的念头，你看看，在这1秒当中，你的心已经观察了多少境界？你在1秒当中，你已经观察了很多境界哦。各位，这就是我们讲的一时之情啊。所以各位，你想想看，众生的心念在一刹那之间就可以观察那么多境界啦，产生那么多的感受。各位，你再想看看，那诸佛菩萨呢，在他们的大威德力的受持之下，各位要现起种种的不可思议境界，那是非常的容易啊。所以他就讲说呢，他能够随一切上中下生，各位一时之情普为说法，这里的意思只是说能够随顺一切众生，不管是上根立志的，还是顿根的，还是普通根性的，在那一刹那呢，他能够普为一切众生说法，乃至坐佛树下。各位，这坐佛树下就是坐菩提树啊，坐在菩提树下就是准备要成佛。所以他讲说，这样像这种过程呢，如是等种种名为法身菩萨行檀波罗蜜满。各位，到这种阶段为止呢，也就是说菩萨从证得无生法忍，一直到你在菩提树下要成佛，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才叫做法身菩萨所做的布施波罗蜜的圆满呢。那各位，我们首先要了解哦，只有一个法身菩萨的过程。你看，我们可以看到文殊师利菩萨，看到大势至菩萨、普贤菩萨。各位，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这些大菩萨们，看到他们的智慧啦，他们的正量，他们神通力，对不对？都是非常的殊胜。那今天我们要去想说，他之所以殊胜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在他们修行的过程里面，他们做了多少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事情。他们在这个世间教化的过程里面，不管是世间法，不管是出世间法，他都是做到非常非常的圆满，才能够培养这样的福报跟智慧啊。所以呢，这底下呢，龙树菩萨他跟我们谈完这个法身菩萨行檀波罗蜜满之后呢，他底下就谈到什么？他说护持檀有3种，一者务施，二者供养恭敬施，三者法施啊。他这里就是布施呢，有分为3种形式。
第一种呢是物施，就是财物的布施。所以呢，他说云何物施？珍宝、衣食、头目、髓脑、如是等一切内外所有尽以布施，是名物施。各位，这就是我们前面谈过的，珍宝就是外在的物质嘛，还有呢，头目、髓脑指的是内财嘛。他说能够以这样子一切的财物的布施，不管是内财是外财，一切尽用布施，那这样子叫做物布施。然后第二个呢，他说恭敬的布施指的是什么？他说呢，信心清净，恭敬礼拜，将送迎谧，赞绕供养，如是等种种，名为恭敬施。各位，这一段里面讲的是什么？信心清净哦，恭敬礼拜哦。也就是说，这里的三种的布施，并不是像我们一般讲的财施、法施、无畏施哦，不是。它第一个是物施，第三个是法施，第二个呢，各位，供养恭敬的布施。所以呢，这讲说信心清净、恭敬礼拜啊，各位，那我们来想看看，这里的信心清净指的是什么？各位，指的对佛法的认知了。然后呢，恭敬礼拜的对象是谁？当然就是诸佛菩萨。所以他讲说呢，你看将送迎谧，赞绕供养，也就是说基本上用一种虔诚的心所表现出来的身口意业的庄严，这个就是属于恭敬的部分哦。然后底下他谈到第三种，它叫做法施，也就是法的布施啊。但是这里法的布施，他强调了什么？为道德故，言语、论议、诵读、讲说、处以问答、授人无戒，如是等种种，为佛道故施，是名法施。是三种施满，是名唐波罗蜜满。各位，这里讲的也是唐波罗蜜圆满啊。但是我们要去了解，就是说啊，唐波罗蜜圆满它只是一个名词，重点的是它的内涵。那我们说这里的法的布施，它谈到了什么？其实在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里面，只有一句话是真正重要的，为佛道布施，为了要成就佛道。那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啊，今天我们要谈的到底为什么成就佛道而要行布施呢？我们认知吗？就我们众生学佛的过程里面，电视机前面的各位，我们都知道，身为一个人有很多无奈哦。各位，你想想看，我们从小出生，在父母亲的照顾之下成长，到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到出社会，我们在这个人的一生的追求过程里面，我们有多少能够顺心如意？可以说几乎少之又少啊。因为这个社会里面，各位读书的时候希望大家都做第一名，但是我请问你，大家都要第一名，谁要做第二名？对不对？出了社会大家都要赚大钱，那请问谁要做小职员呢？对不对？大家都要当老板、当大总裁，问题是有可能吗？不可能嘛。所以不可能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啊。那众生生存在这个世界，往往我们所需求的，我们想要的，往往都是得不到，往往都是现起的境界里面，我们都是感受到的一个无奈跟苦。为什么？因为我们往往会看到，为什么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为什么人家得到了，为什么我们得不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到，人之所以会在这里产生种种的分别，为什么有些人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产生种种的烦恼？为什么？因为贪。因为当我们发现自己不能得到而别人得到的过程里面，我们人就产生不平衡。
相对来反过来说，各位，今天如果我得不到，然后全世界的人也都得不到，那各位不会有贪呐？为什么？反正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得不到，是大家都得不到啊，没有什么好计较啊。但是问题不是啊，问题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不平等啊。有人出世就在富有的人家，有人出世就是在贫穷人家。有些人从小一出世就是很会读书，有些人就是不会读书。有些人一生出来长得就是很漂亮很庄严，有些人长出来就是丑八怪。所以世间本身不公平，所以现期的在这个不平等的世间里面，我们看到的变成这个世间也是不圆满啊。不圆满的过程里面，相对的各位就产生了问题。今天得不到的嫉妒得到的，对不对？那从这个嫉妒的过程里面升起了烦恼，升起了我们对这个世间的一种的怨恨，甚至嫉妒，甚至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升起种种的造作的烦恼的业因。而随着这个业因的过程里面，我们往往也会现起很多的无奈。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有学佛跟没有学佛它产生什么差别？有学佛的他知道说啊，如是因如是果，一切不过是因缘所成了。人家今天能够得到好的果报，人家今天能够得到形象的庄严，人家今天能够得到大果报，那是人家过去有布施有修行。所以我们学佛之后反过来是说，要认知自己的不足，然后呢勉励自己要好好的去修行，要好好的去广结善缘。各位，学佛之后他会用这个角度来认识这个世间，然后呢勉励自己好好的趋向于善法，从这个过程里面去提升自己啊。但是各位没有学佛的呢，有一部分的人，有些人他们虽然没有学佛，但是他也能够处之泰然，他也能够说啊，别人好是别人的事，我们自己照顾好就好。有些人也有这样一个开阔的心胸，可以认知这一切啊。但是对不起各位，有更多的人，他如果没有学佛，他存在这个世间，他看到样样都不如人的时候，他会什么心态？各位你想看看会有什么心态？就像各位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的事物，我们都用一般人的角度来讲啊，为什么他有钱，为什么我没有钱？为什么我们都会有很多为什么。而这些为什么都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心的不平衡。而由这个不平衡，我们就感受到很多苦啊。为什么？很简单嘛，因为如果今天是你得到的，你就快乐，但是对不起，你就是得不到，所以你就是苦。那问题就来了，各位，在这一个世间，就算我们现在看到的考试永远考第一名的，各位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往往学校考第一名的出社会之后往往都不是第一名。为什么？书呆子一个。往往呢很有钱的，但是对不起各位，人生追求的目标很多，他也未必都能够追求得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人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所以我跟各位说啊，在这一个世间，我们便往往随顺着我们人的心态，认识这一切环境的时候，产生种种的苦。那各位，这些苦的产生，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得了啊，避免得躲得开，能够避免得了。为什么？各位你想看看，生老病死，请问你有哪一个说他不会生病的？有哪一个说他不会老的？有哪一个说他不会死的？没有嘛。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只让我们认知到一点，一切世间是苦。但是很多人他不能认知啊，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世间哪有什么是苦？为什么他不会认为是苦？他说病，骗笑哦，每一个人都会病啊，又不是只有我有病，这哪里能够算苦？
有人讲说有啊，生病的时候很痛苦啊。他说反正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痛苦。那你要讲说人会死啊，他讲说那有什么稀奇？又不是只有我会死，大家都会死。各位没有错啊。有时候很多人在形容用语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这种形容用语的过程，往往让我们会去察觉到，人有时候为了避免认识，避免真正的去体会到这些的事项，这些的过程，他会用种种的语言文字来做形容，来唾弃。为什么？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那句话骗笑它的意思是什么？表面上看起来这句话好像只是中很多人常常的口头上的用语，但是这一句话的内容它代表了什么意思？因为佛法告诉我们要真实认知世间的真相，但是有些没有学佛的人，他根本就是逃避。但是他逃避，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是世间的真相吗？他知道。他明明知道，但是他又不肯面对，他又要逃避，他就用一种很不屑的语气来做一个形容。各位为什么？因为没办法啊，因为他明明知道这个是事实啊，只是他不愿面对啊。他知道每个人都会死啊，他知道每个人都会病啊，每一个人都会老啊，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去面对啊。阿弥陀佛大愿王，48愿度有时，一句佛号真净土，成就普度菩萨佛。果然是弥陀殿将供奉108尊阿弥陀佛的圣像，这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情。造佛形象，如道相功德经所说，功德大到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所有的福报功德都能够成就。所以各位念佛的菩萨们，为了自己生生世世的福报资粮，赶快来发心建造阿弥陀佛的形象吧，把握这次的因缘，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早日圆成佛道。阿弥陀佛。屏东佛恩寺取现十方法界四圣六凡万缘普度舍利大法会，日期12月3日至12月9日，于屏东佛恩寺，报名电话08-779-5568-779-5148，欢迎踊跃参加。阿弥陀佛。所以当有人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不屑一顾，所以就产生这样的用语啊。但是各位，我们要去了解的，这就是人性，因为人性往往就是如此，明知道如此却选择逃避，也不愿意面对。那各位，这就是人性的卑劣点。那我们今天说我们学佛了，各位在这里龙树菩萨跟我们讲啊，你今天不管是法布施，还是恭敬供养布施，还是物的布施，各位这里面全部都是为了佛道。但是为佛道是为自己吗？我们要认识这一点啊。诸佛菩萨之所以能够成佛，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会成佛？因为有一切众生，所以他能够成佛。因为佛之所以成佛，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因为他的成佛的一个念头的现起，就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所以也有一切众生的存在，今天才有佛可成。如果这个世间所有的众生都是美好的，各位今天没有佛了。为什么？因为佛的成就就是要广度一切众生，而广度一切众生过程，就是因为一切众生都是不圆满的，所以他才能激励起他的心啊，为了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他才发心要成就佛道啊。所以变成各位，我们今天去反过来想一想啊，今天这个世间是苦，所以我们才有讲说解脱的境界是殊胜的。今天就是有一切众生的轮回生死愚痴无知，才凸显了菩萨道的可贵。各位你了解吗？
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讲说布施，好像我去布施我很了不起，但是对不起各位，今天你们去布施的时候，你们还要很感激，因为有三宝的存在，因为有这个世间需要人帮助的人存在，才能够成就你的布施。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这个世间没有佛法，各位，请问你要供养三宝，你要供养谁？如果今天世间每一个人都非常有钱，你就要去帮助别人，你要帮助谁？每个人都不需要人家帮助啊。那各位都不需要帮助，你会觉得说，那这世间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意义啊。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世间不会让人升起激励向上的决心。为什么？就好像我们常常在形容的，为什么说一个学佛的人他不愿意升到天界？各位，因为升到天界去，各位你想看看，要什么东西念头一动就有，要宫殿一念头一动就有宫殿，要享受不管是吃的穿的用的，只要念头一动就有，要什么样的珍宝一念头就一动就有。那这样的世间人没有向上奋斗的心，永远就是享受。各位，但是这一个安逸的生活反而会让人的心懈怠，会让人的心呢失去了斗志，对不对？各位，是不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去做一个布施，我们反过来还要感恩对方，因为有你的存在，我才有机会做布施。今天佛为什么能够恭敬一切众生？各位，你在想看，为什么佛会恭敬一切众生？为什么众生有时候佛要去度他们，这些菩萨要度他们，反而这些众生不但不能接受，还要诽谤？但是他诽谤佛，诽谤这些菩萨，反而为什么这些菩萨的众生更可怜他们？各位，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些众生的存在，也就没有佛的存在，所以佛也要去感恩因为有你的存在，我的存在才有价值。各位，你再想看看今天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警察？对不起，有警察的原因是因为有小偷，有小偷的存在，有强盗的存在，凸显了警察的各位形象啊，凸显了警察的价值啊。今天为什么会有老师？我们说万世师表，孔子，对不对？各位，你想想看，老师的价值从哪里来？从学生的身上得到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讲说，这个是应该是学生要感激老师啊？你看，老师不辞辛劳的教育你们啊，所以你们学生要感激老师。但是各位，你为什么不反过来看？今天也就是因为学生的不懂，才凸显了老师的懂啊。所以也就是如此，我们才讲说要爱的教育啊。为什么？各位，如果他懂的话，还需要你教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反过来看一家公司，看一个家庭。各位，曾经有一个居士他讲说他常常抱怨他公司里面的员工每一个呢都头脑钝钝的都做事情都不用脑筋想那做事情可以做很好的，为什么往往都不做不好还要让他操心去管理这些事情芝麻小事还要他这个当老板的操心。但是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你的员工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做事那么细心，做事那么有决心，做事情那么负责任，那我跟你讲，他每一个都当老板的啦，他就不会当员工。各位，是不是如此？所以我们这样反过来去思考说，到底为什么是为了佛道而行布施？为了这个佛道去布施，才叫做谈波罗蜜圆满。各位，你要想看看，因为今天就是众生愚痴嘛，因为众生不懂嘛，所以我们才要去做财物的布施，做法的布施，做无畏的布施，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让一切众生都能认识佛法的真实意。各位，这个才是布施的究竟义理啊！今天布施不是说你有困难，我拿钱给你解决你的困难就好各位，为什么要财施？为什么要法施？为什么要无畏施？让众生远离困扰，远离畏怖的环境，让众生能够在这个世间
存在的时候，不会有物质缺乏的苦，让这个众生能够建立正确的知见，各位，这才是布施的真正意义啊！那众生呢，能够建立真正的知见，他就能增长智慧啊。但众生能够远离物质缺乏的境界，各位，那是增长他的福报啊，对不对？让众生能够远离一切部位的环境，那是增长他的大悲心啊。各位，你今天要去想啊，为什么是为了佛道而行布施，才是我们讲的这一段里面的真正的意涵。所以今天我们修行成佛，你不要认为说我很有修行，我很了不起耶。各位，你要想看看啊，今天包含我们说不管在家或出家都是一样啊。各位，出家人用功修行，在家人的护持，各位，你们今天不要说啊，我们是出家人啊，我很了不起，我是个大法师。对不起啊，你这个大法师还是众生供养你的，没有众生供养你，没有众生给你因缘，给你条件，给你机会，你今天能够成为大法师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变成了我们要去认知的，就是说，其实万事万物都是互为因果。出家众之所以能够用心的弘扬佛法，是来自于在家人的护持。而出家人之所以讲经弘法，利益在家居士，各位反过来说啊，那也是因为，各位想看看，因为有居士的护持，出家人才能够深入经藏啊。所以能够深入经藏的过程里面，这法师们的弘扬佛法，就是要度化众生，然后众生能够越深入佛法，他才能够越拥护佛教，越护持法师。各位，这就是互为因果，互为增长啊。今天反过来讲，各位，如果出家众不用心的去弘扬佛法，让佛法在这个世间衰微了，那各位你想看看，居士难道他就会护持三宝、护持道场、护持法师吗？他也不会啊。那这样来讲的话，是不是就越来越没落？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在一个世间，在一个区域里面，弘扬佛法的人越多，各位我们要越欢喜。为什么？表示居士有尽心尽力在护持，法师也有尽心尽力在弘扬佛法。所以曾经我们说古人就讲啊，如何去评断在一个时期或在一个区域里面佛法有没有兴盛？各位从什么角度去评估，你知道吗？我们说中国古代啊，魏晋南北朝还有唐朝的时候，我们都说佛法非常的鼎盛。各位，为什么？因为在魏晋南北朝到唐朝这个时期，你知道吗？我们中国区域这块领域里面建了多少的寺院，你知道吗？哇，多到没有办法数。各位，为什么？很简单，你想想看，如果佛法不兴盛，信仰佛教的人不多，请问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钱盖那么多道场？对不对？那能够盖那么多的道场干什么？各位，给出家人住啊。那出家人不资很多的话，他能住了这么多的道场呢？所以反过来讲，各位你想想看，那如果不是佛法很鼎盛的话，居士们学佛的会那么多吗？所以这变成说指标啊，这指标性是什么？古人说的一句话：天下名山僧占多。走到哪一个名山古迹里面，哪一个不是寺庙，哪一个不是道场？各位，为什么？因为佛法鼎盛了。所以变成说，各位你想想看啊，寺庙建的越多，代表这个区域，代表这个时代里面学佛的越多，护持的人越多，佛法越鼎盛。各位，你佛法不鼎盛，居士会护持吗？那如果这些的法师们，这些出家人，他们要用心弘扬佛法，难道这些居士们护持的会多吗？各位你想看看有没有道理？所以我才讲说互为因果。所以在这里他讲说，你不管你今天做法的布施的过程里面，不管你是用言语的方式，或者是互相讨论的论议的方式，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读诵经典，或者是我们演说佛法，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或者是我们透过一问一答的聊天的方式，各位，或者是我们传授五戒，各位，这都是法的布施啊。而这个法的布施的过程里面，其实
都是为了佛法，为了成就佛道，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做的。那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心态，为利益一切众生，为成就无上佛道，那各位，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谈波罗蜜的具足圆满。所以各位，你不要小看了一个简单的几句话，为佛道等故施。各位，我跟你讲，单这一句话就可以一大篇，就可以点出佛教全部的精神的所在。所以各位，我们今天要了解的就是说，我们学佛了，各位，套一句我常常跟各位讲的话，学佛要深入经藏。今天我们如果不深入经藏的话，我跟各位讲，那我们学佛的知见要建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我们说一个佛法传承的过程，从印度进入到中国，各位我们想看看，今天我们佛教里面有这么多的系统哦，看我们中国的北传系统，我们泰国、越南一带的南传系统，传入西藏的藏密的系统。各位，这个系统里面有很多居士学佛，他往往在这里面多加分别。哇，大乘佛法比较殊胜了，或者是小乘佛法比较有修行的实证了，或者是哇这个密教啊，哇那是无上殊胜法门呢。各位，佛陀有告诉我们这样子吗？没有啊。佛陀告诉我们是一切法平等，但是他告诉我们是心的问题。今天法的殊胜与否不是重要，是心啊，你到底用了什么心？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佛法出现在这个世间，众生学佛的过程里面，我们往往都是用什么心来面对这些法门？往往都是用这个法门是不是殊胜？这个法门好不好？这个法门能不能马上就成佛？我们往往变成了用这样一种心态来面对佛法。但是各位，这样子对吗？这样是错的。我们说今天谈布施波罗蜜，我请问各位啊，佛法站在不管是财物的布施、法的布施、无畏的布施，他有没有离开过一切万法？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万法里面，无非就是物质还有精神层面的存在。那精神层面的存在是什么？法的部分、无畏的部分。物质的存在部分是什么？财物的部分。所以一个布施它就已经包含了物质跟精神两个层面，而这个两个层面也包含了一切万物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讲说六度万恨里面，布施波罗蜜能够具足圆满，就可以圆满一切佛法。今天我们说法的布施，各位，这法的布施就是讲经弘扬佛法，但是讲经弘扬佛法一定要用嘴巴讲吗？各位，难道我用文字不可以吗？我用写的可不可以？我用做的可不可以？可以呀。我财务的布施，各位，到寺院做义工可不可以？也是啊。我拿我的钱财布施，也是啊。我做事做得很好，让人家没有后顾之忧，那算不算无畏的布施？也是啊。所以各位，这就变成了我们就要发现到一点，从一个布施波罗蜜，它衍生到一切佛法的认知。所以为什么要深入经藏？各位，没有深入经藏，你拿来智慧如海；你没有深入经藏，你拿来去掌握到佛法的根本精神，你哪里你说我可以做到，我可以用法可以跟众生布施，你做不到啊。各位居士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佛恩寺第3期的工程弥陀殿正在建设当中。对一个修学净土法门的行者来说，如何成就上品上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而发心护持弥陀殿的建设，其实就是《弥陀经》里面所说的成就善根福德因缘，这是成就一切往生西方最重要的资粮。所以卢松在此呼吁所有修学净土法门的行者们，大家一起来发心护持弥陀殿的建设，
为早成佛道广集更殊胜的因缘。阿弥陀佛。布施庄硕佛像，能感得生生世世相貌庄严，常为诸天所敬，远离八难。常出生在富贵和清净修行的家庭，所生之处都能得遇诸佛。佛恩是弥陀殿西方三圣佛像，欢迎十方大德居士能有金出金，以我们随身拥有的金饰来布施庄严佛像的金色身。庄严佛像就是在庄严我们自己。这殊胜的因缘，期盼您的发心，共同来成就。洽询电话08-779-5568，779-5148。阿弥陀佛。所以今天我们变成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今天要把布施波罗蜜做好，那我们要深入经藏，要深入佛法大海，要去了解佛法的真实意啊。我们的财物的布施才能做得殊胜啊，我们法的布施才能做得好啊。今天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菩萨在这一个世间要有方便善巧？这个方便善巧是什么？各位，有时候真的是无可奈何啊。在现在这个世间啊，很多事情是不能讲老实话的，因为讲了老实话，往往都得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变成说什么，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各位你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一点？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来做说明好了。各位，我们说在这一个世间呢，就佛法应化在这个世间的过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佛陀跟我们讲的方便法门。但是这个方便法门的过程里面，原本方便的意涵是我们要认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对不对？事情的因缘现起的变化，然后去做一个评断呢。但是在这种评断的过程里面，往往到最后都是各家说各家的话，个人用个人的角度去解释，所以就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啊。而这个问题里面，各位，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佛陀时代，佛弟子三皈五戒是合在一起哦，受持三皈就受持五戒哦。但是各位，时代因缘演变啊，现在的众生的根基比不上以前佛陀时代那些学佛的居士们的根基啊，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要方便说啊，把三皈跟五戒拆开啊，你受持三皈以后你觉得说你做得到了，再受持五戒啊。但是各位，佛陀时代是没有这样子的，它就是三皈五戒是合在一起，各位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就变成了一个，我们日子久了之后，就变成了习惯成自然，认为三皈五戒就是分开的啊。你三皈依啊，三皈依不一定要受持五戒了。我就遇到一个居士这么跟我说，他跟我讲说，师父，人家跟我讲说呢，那个受三皈依的时候不一定要受持五戒啦。他就这么问你说，他还认为说他问答案是对的，但是他有没有真实去认知过杀盗淫妄酒？各位，你想看看嘛，这五条戒里面真的很困难吗？杀戒啊，难道你可以为了你自己然后去杀害一切众生吗？然后你偷到别人的东西算，难道不对吗？淫不邪淫啊，对不对？然后妄语不讲谎话，不饮酒啊。如果就一般的社会人士来讲的话，其实最难做的就是第五条啊，喝酒。为什么？因为本来杀生就不对啊，偷盗就不对啊。邪淫是指什么？如果是两个夫妻，那正当的男女行为，这个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啊。它指的是正常的夫妻以外的行为，这个叫邪淫。
所以在一个正常的道德规范里面，这也没有什么很基本的要求而已啊。然后讲话不要说谎啊，对不对？所以各位，你想看看嘛，就今天一个真正学佛的人，顶多也不过第5条戒可能会比较为难一点啊，而顶多这第5条戒也可能是男众会比女众更为难一点。为什么？有喝酒的大部分都是男的比较多，女的还比较少啊。所以各位，难道受持5戒真的很难吗？其实不会啊。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学佛之后，好像要让去受个5戒，好像非常困难？各位，我们不会觉得很纳闷吗？真的很难吗？其实是什么？他没有真正认知佛法的价值。他如果今天真正有认知佛法的价值，其实这5戒对一个刚学佛的应该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想看看，这就是什么？众生心的怯懦。但是有时候我们面对众生的时候，我们都讲说，你不能受持5戒，就表示你不用心吗？我们能不能这么讲？不行啊。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众生的心就是如此啊。但是如果你要照佛陀时代的标准来讲，哇，那这个标准真的是很低很低啊。但是各位，这有时候就变成了，有时候我们讲很多话，没有办法说用很高的标准来要求。但是各位，这就是我要表达的，学佛应该是要自我要求啊。所以往往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里面呢，众生不断的自我沉沦。但是各位，自我沉沦的过程，也就是佛法在衰微啊。今天我们讲说佛法、正法、相法、末法，我们都说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奇怪，末法时代，我们现在这么多，佛陀时代会弘扬佛法，还要佛陀辛辛苦苦到去讲经弘法。现在不用了，现在在电视控器打开这法师讲法，还有好几台可以让你选择。佛陀时代有这么方便吗？现在经书到处都有啊，佛陀时代有文字记载吗？也没有。所以各位，学佛真的，难道我们说正法、末法、相法，难道真的是我们现在的末法时期佛法的取得困难吗？没有啊，反而是越方便啊，到处都有啊。但是各位，问题在哪里？方便变随便，问题在这里啊。当越容易取得、越方便，大家越不珍惜，越不珍惜，大家学佛的心就越退了，不断的在退失，不断在沉沦了。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讲啊，真正的末法是来自于众生对佛法受持的心不够，是众生心的堕落啊，而不是佛法本身的问题啊。法永远存在，是众生的心改变了。所以各位，我们的众生的心为什么改变？因为我们对佛法没有正确的认知。所以我才跟各位讲，要深入经藏。你唯有真正的自己透过了经藏的深入了解佛法的真实，你才能抓得到佛法的精神，你才不会人云亦云啊，你才能够有主见啊。各位，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世间有太多的方便善巧，因为我们现在的众生有太多的话不能讲真实话，因为讲的真实话众生都不能接受，所以变成了弘法者有时候也要方便善巧啊，就是这一个原因啊。因为你讲的真实话很可能人家都不能接受啊。各位，这是众生的可悲啊，也是佛法的一种衰微的一种现象，对不对？所以各位，难道你没有发现吗？我们台湾的佛弟子啊，不管是在家，不管是出家，都是一窝蜂的，都是一窝蜂哦。各位，你想想看，前一段时间，哇，四念处盛行的时候，不要说居士啦，很多的法师都跑到南传、泰国、缅甸去受南传戒，对不对？有没有很多一大票？那各位，风头过了呢？那一个流行期过了之后呢，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又跑回来了，对不对？然后在前10几年前，不是禅宗很殊胜吗？哇，大家一窝蜂都学禅。那各位，现在呢？
现在最近这10年来密宗很殊胜，现在大家又一窝蜂的学密持咒，有没有？有啊。但是各位，这是什么现象？流行。现在连学佛都流行啊。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就往哪边跑。有没有哪一个说学佛之后对自己的法门很坚定信心的？没有啊。人家流行什么，我们就跟人家流行；人家流行什么，我们就跟人家变。那变到最后呢，四不像。说净土嘛，不净土；说四念处嘛，又不像四念处；说密教又不像密教；说禅宗又不像禅宗。到最后四不像，什么都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的众生的学佛啊。但是各位，如果你今天真的有掌握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一段，为种种做的一切事情呢，种种为佛道故布施，那今天我可以说，我们众生学佛的时候，应该是信心很坚固啊，应该是知见很坚固才对啊。所以各位，才要鼓励你们要深入经藏啊，有了解佛法，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够真正了解为什么财师、法师，还有我们这里的供养恭敬师，这3个能够具足禅波罗蜜，那个檀波罗蜜具足圆满，为什么？你才能够真正了解它的意涵呢？然后再来底下呢，龙树菩萨他又谈到说啊，复次3世因缘生含，一者信心清净，二者财物，三者福田。他这里面这一段谈到说，有3件因缘呢，能够升起布施。那哪3件呢？他说，第一个信心要清净，就是信了；第二个就是要有财物；第三就要福田。福田指的是对方，也就是你是布施者嘛，还有一个接受布施的人啊。这个福田指的就是接受的人。布施就是你的所施物，还有信心清净，就是你当下布施当下的心态。那各位，这3件事情来讲，你看底下他就解释了哦。他说心有分为3种，若怜悯，若恭敬，若怜悯恭敬。各位，这3个问题里面，第一个怜悯心，各位你想看看啊，你所谓的怜悯就是因看到众生，然后让你升起可怜的心。当然相对的就是会让你升起可怜怜悯的心态的那个对方，可能往往都是贫穷，都是在受苦，因为这样的环境才能够让你升起怜悯的心啊。所以底下他就谈到了，谈到什么？施贫穷下贱及诸畜生，是为怜悯施。布施给贫穷人、下贱的人，还有畜生。各位，这里的下贱就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等啊，或者是说呢，很多人他因为生平呢疾病交迫啊，那这样的人呢，还有说我们所谓的一些的畜生道的这些的众生里面，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种的境界，然后引发我们一种布施的心，基本上这一种都是属于怜悯的布施哦。然后再来，施佛及诸法身菩萨等，是为恭敬施。但是各位，如果你今天是供养佛、供养大菩萨，各位就是什么？用恭敬心做的。为什么？很简单啊，恭敬一切诸佛菩萨的殊胜的德行啊，让我们在布施当下是用很清净的心，不敢去亵渎这些诸佛菩萨，这么一份的尊敬心。所以各位，你们到佛寺的时候，或许在佛寺的外面你们还会大声的叫啊喊啊说话聊天啊，但是你进了大殿你就绝对不敢。为什么？一种无形的摄受力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佛看到菩萨，你自然就有一种恭敬心。这一份恭敬心是来自于对于佛菩萨修行过程的一种认可，你认可他的修行，认可他的伟大，认可他的殊胜，
所以无形当中产生的恭敬心。那这一个用这种心态来做布施的时候，叫做恭敬心的布施。而布施的对象往往就是布施供养佛跟这些法身菩萨。然后再来，若是诸老病贫乏阿罗汉辟支佛，是为恭敬怜悯施。这一段呢，就是把恭敬跟怜悯两个合在一起啊，既是恭敬又加上怜悯，各位，那布施的对象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各位，为什么？因为阿罗汉跟辟支佛往往来讲呢，他们会有因为过去所做的福报不够啊，所以呢，我们才讲说罗汉托空钵有没有？有时候你证得阿罗汉果，你托钵还未必就能够托得到食物哦。所以这样的一种布施的对象，还有现起的境界，我们才叫做恭敬怜悯施啊。那我们才讲啊，为什么说佛叫做福慧两足尊？为什么佛跟讲说我们要求无上佛道的话，要各位福慧双修？原因就是在这里啊。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现在来回向。愿你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各位居士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都知道，一切功德当中，以塑造佛像的功德是最为殊胜的。经典当中说呢，塑造佛像不但呢能够看除我们生生世世所造作的一切的罪业，更重要的是能够成就我们的福报。所以像经典所说呢，能够你要求智慧，就能够得到智慧；你要求福报，能够就能得到福报；你要求富贵，能够成就富贵；甚至你要求往生西方，那更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资粮。所以我们佛恩寺大雄宝殿呢，在两侧我们就是采用天然玉石所雕刻的88火。那88火呢，在我们往课当中呢，单日是诵弥陀经，双日就是礼拜88火，所以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居士大德，如果你有这一份心愿的话，想要成就殊胜的功德，那我们佛恩寺的88火非常欢迎你来指定发心。在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屏东佛恩寺取见十方法界4圣6万会，日期12日12月9日，于屏东佛恩寺，报名电话0877955877955148，欢迎踊跃参加，阿弥陀佛。
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工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手物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节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南无观世音菩萨，复次修行菩萨，复有还有10种的魔障魔障。那10种魔障呢？第一，哭声会心，忽然生出会道心